从1线城市回到4、5、6线城市创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太难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九妹小美，一个95后的边城女孩。我的外婆家在中越边境线上的一个边关马关，这里有多远？小时候从省城昆明到外婆家都要倒2、3天的班车，还要附带走山路。爬上外婆家的后山，就能看见中越的边境线。可能是不想让我困居在这重重高山的包围中，我的妈妈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努力供我读书，并一路供到南京、上海、英国。我在上海连大学和工作生活了7年，口罩事件之前进过广告公司，干过传媒，也在外贸公司甄选过全球的品牌好货，但总感觉和自己当初选择广告传媒专业的初心有点越走越远。记得刚考上大学时，我的一篇《我的中国梦》征文就一举获得了上海市1等奖。文章中有一段话我记到现在，听过上海大学的一个知名的广告学教授对一个西藏的同学说，你现在好好学习广告学，到你毕业时回去开一家广告公司，广告业在西藏还不发达，是一个朝阳产业，你一定有希望办好的。所以口罩过后，昆明的传媒公司我开了，我取自己的名字和民族的祖先九黎的一个字，给它命名新黎，寓意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，让遗落在山里的古老非遗像星星一样闪耀。正当我准备在省城大刀阔斧的干时，遥远的家乡边城马关给我伸来了橄榄枝，希望我回去开一个工作室。我也了解到马关这些年为民族文化发展做的努力，还全国首创了民族服饰产业办公室，支持民族服饰产业发展，辐射东南亚，当即下定决心开。于是每个月昆明来回独自开车3、4个小时的漫长征途开始了。虽然经常凌晨到达，疲惫不堪，但看到白马雕像的那一刻，艺术编程的美就像暖阳一样包裹着我。我取意藏九美于一格，在马关民族服饰产业园创立了九美阁，装修设计甄选耗尽了我3月、4月的心力。每次看到我小小的身躯带着一车车大大小小的包裹和木头疙瘩回来，大家都会自发地帮我搭把手出力。九美阁大到老木构房子，挂衣的木杆杆，小到一枝一物的摆件，都凝萃了山里的民族艺术结晶。特别让我感动的是，有时候冒灰打个挂衣孔，改个灯箱图标，打个银帽架，即使是初次见面的大哥大姐们都会顺手帮我免费做了。有时候你跟10元1碗的米线店老板说少放点米线吃不下，他会悄咪咪的给你多切几块肉。所以经常有人看了九美阁精美的布置，都好奇地问我花了多少钱，我都打趣地说花了几十万，因为在我眼里那份浓厚的家乡人情味儿不止几十万。为了回馈家乡，我也尽己所能，熬了半个多月的凌晨3点无眠，助力策划并主持了首届魅力马关民族服饰文化节。我们邀请来了全国各地以及越南的民族服饰代表队，首次走进艺术边城马关，也让马关以更年轻化的形式绽放边疆。今天的马关民族服饰产业园不仅接待全国各地的考察团和大学生，邻国的代表团也时常到访，公益一带一路。而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的我们，也可以通过网络带世界各地的人看见这种藏于深深的美。记得当初刚离开上海时，家人和好友领导都担心我从1线城市回去会水土不服。水土不服肯定是有的，初期收入的锐减，创业边际成本的不断叠加，复杂社会关系的梳理，担心做不好的满头焦虑，经常让我一个人彻夜难眠，头发大把大把的掉。而我也因为无知莽撞闹过几次笑话，苦恼不已。但每次看到带着那些民族之美在舞台上的绽放，又忽然间觉得一切都值了。今天我可以自信地告诉他们，我虽然离开了1线城市，但也去了另外一个边关民族人文的1线城市。这里以前是保家卫国的战争前线，今后都将是一带一路的最前沿。